咱台湾和联合国得做是全世界欠水排第18名的国家，尤其不时会拄着缺旱。即马中华的大业大学就利用地势关系，学校是利用地势关系差来收雨水，而且佫有设污水的处理厂来处理这雨水了后再利用，所以平均的逐年学校会当省7000吨的水。即马学校就含中部地区70多间学校有成立永续策略联盟，嘛透过实际上互相参访，互学生囡仔理解水资源的宝贵。为着落实校园省水，中华大业大学2006年设立污水处理厂，回收水资源再利用，处理后的回收水就是中水，用来压花草，用伫生态水质循环、充变数等等。这里是大村地区比较地势高的地方，它是属于一个缺水的地区。好，不但是要开辟水源，而且要就是节约用水。它是利用这个生物滤膜的方式来进行污水处理。根据水利署公告，国立大学一个人平均一天的用水量大约是133公升。不过，大业大学因为有利用回收水，所以每一个人每天的平均用水量只有37公升。在省水方面效果真好。为着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水资源的重要，大业大学和中部70多间学校成立永续策略联盟，设计永续发展的相关教案。省水来方面呢，咱是全国第一名，因为咱就是用咱的建筑物来设计，来把这个雨水来回收。学校的学生囡仔呢，会当来看这个每一个点，安尼来学习，我相信比咱咧教室内底安尼看课本的这个效果会更加好。台湾虽然雨水高，但是因为地势关系歹欠水。根据水利署的资料，台湾每一个人单年水资源分配只有全球平均的1/6。大业大学表示，透过学校的水资源回收设施，唔但达到省水的目标，嘛希望让学生囡仔实际参访，了解水循环资源的重要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